2021年开斋节期间禁止民众返乡过年有哪些相关的事项？我们来看以下的图解。欢迎继续收看美读新闻。昨天是印尼首家新闻台美读电视台，也是印尼首家华语新闻栏目美读新闻20岁的生日。那么，对于美读电视台和美读新闻开播20年，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坚有何看法和印象呢？我们来听听肖大使是怎么说的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以上。欢迎继续收看美读新闻。昨天是印尼首家新闻台美读电视台，也是印尼首家华语新闻栏目美读新闻20岁的生日。那么，对于美读电视台和美读新闻开播20年，中国驻美读电视台呢，也这个为我们大使馆的工作啊提供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，所以我是首先是非常的感谢。国之交在于民相亲。那民相亲啊，在于心相。继续收看美读新闻。昨天是印尼首家新闻台美读电视台，也是印尼首家华语新闻栏目美读新闻20岁的生日。那么，对于美读电视台和美读新闻开播20年，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坚有何看法和印象呢？我们来听听肖大使是怎么说的。那么，对于美读电视台和美读新闻开播20年，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坚有何看法和印象呢？我们来听听肖大使是怎么说的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美读新闻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祝大家健康。欢迎继续收看美读新闻。昨天是印尼首家新闻台美读电视台，也是印尼首家华语新闻栏目美读新闻20岁的生日。那么，对于美读电视台和美读新闻开播20年，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坚有何看法和印象呢？我们来听听肖大使是怎么说的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美读新闻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祝大家健康平安，不要忘记佩戴口罩。再会。有哪些相关的事项？我们来看以下的图解。